佛光山寺参访照片。普门中学啊，那个是旧的校址影像，后来说迁走了，留下来那个旧的校园啊，那这个影像。那个日期不对了 ，Google 相簿提供那个日期不对，不正确，可能还差了几年了。这个好像民国98年，民国98年的话，2009。哦，你看那日期差年代的差了9年左右了哈。Google 相簿的日期这个错误。佛光山寺，有大雄宝殿的大的佛寺，佛光山寺。星云大师，那老和尚与小沙弥，老和尚代表的是开山者，星云大师。这个要写那个3个字，不二门，不二门，不二门。
南边那个高平溪啊，高平溪，佛光山寺的东边啊，在高平溪的北边，后来有盖佛陀纪念馆，这个照片没有包含佛陀纪念馆的真实景观。要去佛陀纪念馆就会看到这个好大的这个柱子，这个建筑物。这边这个好像是古代婚礼的展览，那个在高雄市历史博物馆展出的了。你看这个古代婚礼展览的那个文物，